啊，唔定安尼尔，伊这大农场所这个铺的这个农药呢，煞因遮的人在承受。囡仔得病，大人得病一大堆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欧洲一个民间团体，伊就感觉讲安尼哪会使，所以伊就做一个12分钟这个底片呢，来咧甲欧洲人讲，俺若要买牛肉、买猪肉、买鸡卵，那即间的这个畜牧场呢，伊用的饲料是南美洲进口的饲料，俺就莫甲买，因为俺若甲食落去呢，等于俺间接的伤害南美洲的囡仔的性命。啊，迄个时候我看到，我怎惊一条？我讲俺台湾人嘛是同款啊，俺台湾人现此时一年进口240万公吨的黄豆啊，5成半单美国，4成半就是单南美洲来的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逐工拢咧间接咧伤害当地的即个囡仔。啊，所以我就即个拜托因即个团体呢，互我用中文即个方式来甲翻译出来，放伫 YouTube。所以俺若拍 YouTube 拍杀戮农场呢，会当看到即个12分钟的底片。啊，这毋是欧洲的团体在讲白贼话哦，这有教宗的见证哦。咱大家知影，教宗呢，Franciscus， 伊是咧对环保呢非常有知识、有即个看法的即个一个宗教的即个领袖哦。啊，伊伫2015年呢，出一个通諭，这个通谕呢叫做“原路受赞赏，宽过我顶居所”，就是全部咧讲咱人类的环境受到迫害。内底呢有几啊条，就咧讲即个因南美洲呢，即个农民因为基因改造的即个关系呢，所以受到真济的苦。你会想讲Franciscus 即个教宗呢，伊咧宗教的人物，伊哪会对这很了解？是咧，伊就是出身就是阿根廷的人，所以伊对当地伊的故乡发生什么代志非常的了解。啊，所以这个名山岛所做的业呢，是教宗认证的，而且都看得足清楚吼。啊，然后这个加林萨这个物件推出来的时阵呢，名山岛伊就欺骗这个大家，伊就广告讲这个加林萨伊是咧专门杀这个草仔的，所以伊对动物无影响，咱大家安心来用，伊是上界安全的草药啊。啊，结果尾啊慢慢啊，这个研究呢愈来愈多，发现讲其实伊对真济这个动物间接嘛是有真大的影响。啊，所以有一年1996年呢，纽约这个检察官伊就甲起诉讲你这个广告不实。广告不实哦，尾啊，伊就去单这个广告呢，甲摕掉了吼。啊，然后2007年，法国的法院嘛是同款，伊伫法国讲讲加林萨这个物件喷落去，伊就吐了，直接就分解就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对环境无什么损害。啊，结果发现讲嘛毋是安尼啦，嘛是有当时啊，你会较沙土的时阵，可能会较紧会消去，较无去。但是你土若较黏的时阵，伊照常伫迄内底足久的时间啊。所以就判伊讲广告不实，嘛是要罚钱哦。然后呢这个Patrick Moore 这个人真趣味。这人本来是创办这个绿色和平，知影讲绿色和平组织专门伫全世界在做这个环保的运动嘛。但是呢，伊尾仔做甲这个主席的哦。但是差不多1986年，伊煞沿暗时食西瓜反正。所以离开这个绿色和平，开始在鼓吹这个污染的这事业，所以伊来讲核能发电真好，应该来赞成；也是讲基因改造作物真好，大家爱来种；也是讲尤其是讲，因为大家知影讲，现在是气候变迁嘛，温室的气体真多，所以温度愈来愈高。所以一般的学者拢讲，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，这个石油烧伤济，温室的气体走出去，所以温度较会上升。
伊讲无啦无啦，这无这个代志，无这个代志，伊敢安尼讲啦吼。啊，然后伊即个有当时啊有一届去电视在讲嘉陵沙即个物件真好哦，人拢会当啉哦。咱来看伊即个足趣味诶，即个电视诶，即个节目哦，即个主持人要请伊啉嘉陵沙，伊讲无问题，我啉140嘛无问题啦吼。啊，所以即个主持人讲，我有一寡嘉陵沙，你要啉无？伊唔敢啉，啊唔敢啉啦，煞大起屁面啦，怎即个走去啊，无爱阁受伊访问就对啦吼。这就是这个Patrick Morse， 这假西瓜反正上个厉害哦，佮要走去电视台啊。啊，所以2015年俺拄则讲过WHO 世界卫生组织这个癌症研究署，伊就讲啊，这个伊足侪委员是全世界聘请迄个专家来做这个审查委员。啊，因为真侪研究报告非常的多，拢讲这嘉陵沙明明就是对这个动物就是有害嘛，哦，就是有害吼。所以动物你若接触到这个嘉陵沙呢，伊就会得癌症嘛。啊，这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。啊，但是人类呢，俺人敢通讲我摕这个人来做研究，我甲伊互我啉这个嘉陵沙，啊来看我会得癌的袂当安尼做嘛。所以对人来讲呢，俺无法度直接来做研究，所以用间接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数字，就有2-3篇文章讲，真正会致癌。啊，所以这个 WHO 伊就嘛唔敢讲一定会得癌，所以伊讲人类真有可能因为这个嘉陵沙伊会得癌。哦，啊，这个代志宣布出来袂得啦，这名山岛就开始要反抗就对啦吼。要等这个癌症研究署呢，甲伊拍歹名声，这一大堆的这个书，这个代志呢，按确定来甲讲吼。啊，所以这个2015年，安尼宣布去了，美国真侪农民，伊得癌症，伊就讲，是毋是因为这个嘉陵沙的关系，我会得这个癌症？啊，所以这个加州一个校工，这学校专门请伊去咧整理环境的。啊，伊整理环境，伊拢草药啊喷真济，就是即个校园内底有草啊，伊拢爱喷草啊。因为即个嘉陵沙的即个名山都讲，伊就足安全的嘛吼，对人都无害嘛。啊，所以伊尽量喷，啊，拢也无去做什么预防的措施就对啦吼。手也无爱洗衫的，因为足安全的物件。结果伊得癌症，啊，所以伊就告去即个法院。啊，这法院审判的期间呢？拄啊好，这个按确定会讲到，真侪这个文件呢，去互人找到了，大家拢知影讲，这个这个陪审团嘛吼，美国的制度陪审团内底真侪人就了解讲，哦，名山岛呢，这间公司拢用骗的，所以伊的话袂听的，啊，所以尾啊就判讲，这名山岛应该赔偿这个校工。赔偿偌济呢？补偿性的赔偿0.39亿的这个美金，处罚性的这个赔偿2.5这个亿的美金，拢总加起来2.89亿，差不多按台湾钱7-80亿吧吼，这个美金，哦，这天文数字哦，啊，所以当然名山岛挡袂掉嘛，伊就开始画拍拉件啦，画拍拉件去上诉。结果上诉的结果呢？法官嘛是感觉讲你嘛是有罪啦，但是这个第二审的法官讲，但是呢，处罚性的这个赔偿袂当差这个补偿性的差较济，所以甲伊降落来。伊讲处罚性的赔偿应该参这个补偿性的这个赔偿应该差不多。我毋知王教授有赞成无啦吼？所以反正伊即摆甲降落来共款的这个数字，所以判伊赔0.78亿啦，啊，这嘛真济啦。
啊，你毋通讲哦，差这吼，所以明山都拜尔吼，拜尔伊甲买去嘛吼，所以这将来拢是拜尔爱去负担的嘛。你毋通讲拜尔就足欢喜来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现此时超过800个案件，还阁伫美国的法院在等这个拜尔明山都。8000，即个8000的案件，还阁伫遐准备要过的哦。啊，所以按会当继续看啊，即个拜尔明山都即间买山都呢，到底伊要安去处理这个代志啊？啊，伫去年，即个国际的人士就已经挡袂牢啊，对即个明山都真正的作为呢。感觉讲哪有即个公司会当互伊存在啦，所以去年伫即个荷兰海牙就对啦吼，迄个所在，迄个就是国际法庭的所在，去遐民间的即个做一个民间的即个法官来审判，哦，民间的即个国际法庭来审判，啊，审判的结果呢，伊6个即个罪状呢，算作因判决的结果有4款是有罪的对。第一个屠杀生态，第二个破坏环境，第三个危害人体的健康甲食物权，第四个威胁科学的独立性。哦，这第四个我一定爱特别加强来甲讲啦吼，啊，这放到上界尾仔来讲吼。啊，若要了解即个明山都的即个真无好的作为呢，咱会当甲伊归纳出6款，瞒骗、诱说、伪作、诬陷、控制甲迫害。啊，这若要知影以前的物件吼，看一本上界清楚。欺骗的证据啊，不是个这2003年出来，咱台湾可能2005年有翻译本出来，这已经较老啊啦。咱有个较新的这个资料，咱马上会当甲大家来这个报告。啊，另外一本嘛真趣味哦，这若社会学的人呢，因为这社会学的教授写，美国的教授写，一本册在分析明山都奈会有这款的这个文化，啊，这真趣味的一本册啦吼。啊，我要讲较新呢，是因为的去年啦吼，去年有一本册，这个记者呢，也写一本册分析太平。伊咧讲这毒草剂就是家庭杀、癌症、甲科学腐败的故事。科学毋是遐尼高尚啦，科学嘛是腐败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本册写得非常的精彩啊！啊，同款即年呢，这个法国欧洲的一个新闻的这个奖呢，伊得到这个Reporting Award， 就是新闻报道的这个头奖。对，这个少年家啊，这个伊得到的啊，伊这个报道的名就是明山都档案。啊，这什么物件？这2本伊拢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民间团体呢，利用资讯公开法，甲去甲法院要求伊要调查明山都的这个作为。啊，这个资讯公开法真厉害哦，伫美国真厉害。这个法官啦判落去了。啊！你明山都内底这秘密的档案，拢得爱交出来。啊，交出来了，哦，大家较知影了解讲过去伊到底做什么物件。所以按确定啊，真侪物件拢是单这个档案内底去用编出来的这个故事，非常正确的这个故事。台湾有无？啊，台湾有。啊，因为这个事件呢，所以去年这个上下游这个农业媒体呢，伊就甲伊报道出来。有这个文件啦，台湾嘛是有关联伫因内底哈。按来讲，欺瞒这个瞒骗呢，因基改公司明山都公司拢讲基因改造作物用落去了，按农药会减用。伊即句话有一半对，一半毋对。一半对就是讲，按拄则讲过，有差不多有4-5成的这个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呢，喷落去了。这个海糖那个加落去呢，海糖内底农作物内底有一个毒素，糖会死去。啊，糖会死去，当然这个杀虫剂会用较少啦。啊，这是无毋对。但是问题，咱甲上倒转来，啊，伊这个
草药啊喷落去，农作物袂死，是毋是农民草药啊会愈喷愈多？定着的嘛。所以按来看，美国1996年开始种这个基因改造的作物了，这个草药啊、加林萨这个草药啊用量大量的增加，哦，敢若坐直升机上冲去天空顶共款。啊，其中是啥物作物在喷？大部分拢是番麦、黄豆啊、棉仔花哦等等，占差不多7-8成，这拢是基因改造的。哦，所以意思就是讲，基因改造的农作物种落去了呢，这个除草剂用量增加非常多。杀虫剂呢用较少啦哈，但是伊个量就较有限。所以整体讲起来，种基因改造的作物颠倒农药用了较济。哦，这就是伊咧满遍世界的人即个第一句话。唔定安尼尔，即个草药啊喷过去一年喷一届，所以较无要紧。即马一年喷3-4届，所以变做遐个杂草啊会安怎产生抗性？敢若讲按喷杀虫剂虫将来的变化会变做有抵抗性嘛？所以变做讲按杀虫剂爱愈用愈懂嘛，哦，同款即个意思。抗生素用了济，这个细菌抵抗这个抗生素，所以抗生素爱用较强的嘛，同款即个意思。这个所以即马美国真严重哦，真侪即个草药啊喷落去呢。遮个草药啊，遮个杂草是除了，但是后壁遮一大堆草药啊，这个杂草药啊喷袂死，喷袂死呢，本来这个草药啊，这个杂草啊，拢细颗，你1年、2年、3年，杀袂死呢，即马这个杂草啊变做这样粗，有一个人讲，这个机械驶过去呢，煞叫卡死伫内底，机械就歹去啦吼，所以这就是超级杂草，就是因为喷除草剂所制造出来。然后美国甲台湾同款，有一款叫斑蝶，按台湾伫美浓遐斑蝶有一个时间呢，但美浓就飞起来北部，迄过程非常的水嘛吼，真侪人爱去看。美国嘛同款哦，中西部的即个斑蝶，伊就飞去墨西哥，所以墨西哥赚足侪观光的钱。即个斑蝶呢，伊爱食啥？爱食即个叫做尖尾凤的款啦吼，即种食物叫尖尾凤杂草啊。伊爱食这嘛，食这伊较会当较会当去繁殖就对啦。但是即个草啊、杂草啊，伫即个中西部即个农业区呢，因为喷除草剂的关系，但2000年还阁真济哦，到2008年都拢无去啊。你即个现宽的面积，无食物人食，当然即个斑蝶伊就无人食，无人食伊就无法度人繁殖嘛。所以变做讲，现在是若去墨西哥要看这呢，已经看无啊。所以这就是伊间接对咱环境的影响嘛，责任大吼。然后第二个，伊咧骗世界人讲，基改作物会通增加产量。这对农民来讲是真好嘛。农民啊，你若增加产量，伊当然会赚大钱嘛。咱台湾是较无共款啦吼。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啦吼。所以伊咧讲吼，你甲看吼，伫即个2003年，因名山岛到即个印度去开分公司。伫2003年进前，即个印度的棉仔花产量较低，但是呢，接受即个基因改造作物了，伊的即个印度的即个棉仔花产量提高真济。所以你甲看，是毋是种即个基改的即个品种呢？就是会当互即个产量提高。即个证据非常的明确嘛吼。但是印度的即个学者，伊就讲 no， 毋是即个毋是这爱个继续进一步来即个解说，所以伊就等即个数字呢，甲伊夹做伙，按来看，伫即个增加产量增加超过一半，62%的时阵呢，印度即个基因改造的作物的比率占偌济？较占无甲6%呢。无甲6%的基改，结果你造成你的全国的产量增加要甲6成，这哪有可能？无可能嘛！到即个伊种即个基改，还未到4成，
3成7的时阵呢，伊已经增加77成哦。啊，到这个